香港人成日講生仔要400萬，咁你自己有冇計過退休嘅時候要用幾多？我見過好多35歲左右嘅人，問下佢退休嘅時候點樣，佢都話好淡定，儲住啲錢先啦，100-200萬都夠使嘅。聽落咧好似好穩陣咯，但係我同你咧拆開條數睇下，就算你儲咗200萬放喺銀行，退休之後咧，你可能有20-30年要過，200萬除翻30年。一年咧就得翻6萬幾蚊，一個月咧得翻5000蚊唔夠，都未計通脹。你捱咗大半世，慳到盡，儲咗呢一嚿錢換翻嚟嘅係退休每個月5000蚊嘅生活。你而家一個月係使幾多嘅呢？你覺得嗰陣時仲夠唔夠呢？所以問題從來都唔係200萬夠唔夠多，由頭到尾你未認真計過你真正需要幾多。你之所以唔計呢，係因為你驚計完之後個數咧太大，咁你就寧願講到時先算啦，繼續就咁放喺銀行。到時先算最殘忍嘅地方呢，就係到嗰陣時咧，你手頭上最值錢嘅嘢已經用晒，你而家最大嘅本金從來都唔係你戶口嗰嚿錢，係你仲有得揀，你仲有時間去鋪排嚟緊嗰幾年。我唔係叫你去冒險啊，去搏啊。咁我亦都唔中意話恐嚇啲人去做決定，我淨係想你今日做一件事，攞張紙計一條最簡單嘅數。你退休之後一個月嘅生活，你係想點樣過嘅呢？要幾多呢？乘翻你退休嘅年數，計下真實嘅數字係幾多？計完之後呢，你可能會有少少驚嘅。咁但係呢一種驚呢，都好過你60歲先嚟嚇一跳。退休唔係一條遙遠嘅選擇題，係一條你遲早都要交嘅數。早啲面對佢，你都仲可以揀；拖到最後就剩低捱嘅呢一個選擇。